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講下一個好容易俾人忽視嘅營養問題——碘。而家好多人都好關心銀髮族嘅健康問題。最近有位醫生表示，碘係長者照顧中容易俾人忽略嘅重要營養缺口。咁碘究竟有咩咁重要呢？我哋慢慢嚟逐個重點講解。首先，碘缺乏嘅問題真係好嚴重㗎。呢位醫生喺佢嘅 Facebook 專頁度講，45歲以上嘅成年人大約有一半都缺碘。仲有更加驚人嘅數據就係，根據台灣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同高齡營養監測資料顯示，65歲至到74歲嘅長者入邊，平均有56%都缺碘㗎。而女性長者嘅情況更加嚴重，碘缺乏率高達60%以上。咁樣睇嚟，長者缺碘嘅問題真係好需要大家重視。或者有人會問，咁缺碘有乜嘢問題啊？醫生話，雖然缺碘唔會即刻出現乜嘢急症，但係長期缺碘可能會影響到長者嘅認知能力㗎。喺臨床護理方面，因為缺碘唔會即刻出現咩嚴重症狀，所以相比起鈉、鉀、氯、鈣、磷、鎂呢電解質，碘往往俾人忽視。根據醫學文獻顯示，缺碘除咗會影響甲狀腺功能之外，仲可能會導致腦部海馬體異常，甚至令大腦某啲區域萎縮添。醫生仲提到一項2017年刊登喺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, Health and Aging 嘅研究。呢個研究請咗866個平均72歲嘅長者參與，然後比較佢哋嘅飲食內容同腦部核磁共振嘅結果。結果發現，碘攝取比較少嘅長者，佢哋嘅腦部萎縮程度會比較嚴重。醫生話，呢啲腦部結構嘅變化可能同長者嘅認知功能衰退有關㗎。咁我哋應該點樣補碘呢？海帶係補碘嘅好重要食材，但係因為我哋平時唔會日日都食海帶，所以碘鹽就成為咗日常飲食入邊攝取碘嘅主要來源啦。最近仲有研究發現，食碘鹽真係可以幫到長者減低患上認知功能障礙嘅風險㗎。2022年有一個針對浙江60歲以上長者嘅研究，探討長者食碘鹽、唔食碘鹽同認知功能障礙嘅關係。研究對象總共有10,217個長者，入邊有16.1%有認知功能障礙。研究發現，相比起食非碘鹽嘅長者，食碘鹽可以令到患上認知功能障礙嘅風險減少59%。呢個數字真係好驚人㗎。不過呢，醫生都提醒我哋，雖然碘鹽係補碘嘅最佳來源，但係因為佢係鈉鹽，所以對於成日有好多種慢性病嘅長者嚟講，都要注意唔好食得太多，以免引起其他問題。對於呢個問題，營養師都有啲補充。而家市面上有好多種含碘嘅鹽，除咗普通嘅精鹽之外，仲有啲專門為減鈉而設計嘅含碘鹽。高血壓嘅人可以揀一啲減鈉鹽，咁樣就可以一邊補充碘，一邊減少鈉嘅攝取。但係佢都提醒我哋，腎臟病患者就要特別小心鉀嘅攝取，最好係諮詢下臨床營養師先再決定。講到呢度，我諗大家都明白碘對我哋嘅重要性啦。但係可能有啲朋友會問，我平時食得好均衡㗎，會唔會都缺碘呢？如果你覺得自己可能有缺碘嘅問題，又或者想知道自己應該點樣補充碘，最好都係諮詢下醫生或者營養師啦。佢哋會根據你嘅身體狀況同飲食習慣，幫你制定最適合嘅營養計劃。好啦，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都學到嘢，記住照顧好自己同身邊嘅老友記啦，下次見。